停止血压，让青山去平复那昏黄的伤。一句誓言，苍天为证，快意恩仇的较量是破除的坚强。我以为江湖有多远，天涯竟然在我眼前。我以为我水有3000，却载不出一个圆。一生闯荡，侠骨柔肠，酒杯中不下隐恨的风霜。一纸荒唐，天各一方，是谁一生吟唱，爱恨两茫茫。我以为江湖有多远，天涯竟然在我眼前。我以为我水有3000，却载不出一个圆。如果再相见，你是否接受这沧海桑田的句点？这是要成亲啊？啊！咱俩别闹了你，我是不是走错房了？相公，我已经等你好久了。你不知道你多大劲儿吗？相公，我一时失手，没伤着你吧？来，我看看哪儿呢？伤哪儿了？哎呀！你把我的汤都洒了呀！不就一碗汤吗？我一会儿给你熬还不行吗？这碗汤是定什么？定。哎，外边是不是放炮了？你去看一看。不，我哪儿也不去。哪儿也不去？那你住哪儿啊？这儿。你住这儿？那我住哪儿啊？应该是这儿。哎呦，艾迪，你怎么能？那可不行啊！温良恭俭让，你不是天天挂在嘴边吗？你不是说你是个集美貌与智慧所有美德于一身的女人吗？难道你不懂那个男女授受不亲吗？你现在才明白男女授受不亲的道理吗？当时你拔我衣服的时候，怎么没有想到呢？谁拔你衣服了？那只是个传说。传说？呸！我这碗生米被你煮成了熟饭。哎，今天晚上必须动手。艾迪，你我答应你，快请，现在。相公，你答应了？压我脚了。别闹了啊！艾迪，我不是不想动佛，我也不是不愿意花烛之夜。你先坐。艾迪，到了中医知识这行，那是没有退路的，脑袋时刻别在腰带上，说不定哪天被人抓住，啊嚓一下，就直接嗝屁着凉了。你说你现在多好？你现在是黑风堂的大小姐，我要是嗝屁着凉了，你就成黑寡妇了，你愿意吗？我只在乎曾经拥有，管他是否天长地久。哎呀，艾迪呀，你是个大小姐，我是个奴仆，咱俩身份不般配。般配？我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。我见过鸡，见过狗，没见过你这么死心眼儿的。别管我是不是死心眼了，天快亮了，赶紧来吧，来不及了。哎，你说天亮了，天亮之后我们还要冒险出城呢，我还要保护小少爷的安全，把他护送到袁大将军那儿去呢。
那什么呢？难道你也看我今天晚上洞房花烛之后，明天浑身软弱无力，被官府的人抓到，咔咔咔，身上被砍40多刀，嗖嗖嗖，身上挨40多箭，然后斩首示众吗？有那么夸张吗？相当夸张。所以，爱我就相信我。等我们平安出城之后，我一定找个合适的机会和你洞房花烛。真的？去你的吧！去你的吧！去你的吧！破镜难圆，就像冬晴曾经说过的，这只断了的手镯，就算是再好的工匠，也无法将它恢复原来的样子。我又何必欺骗自己呢？明天过后，我和冬晴之间不可能会有任何的改变，我依然是他势不两立的仇人。什么？你的意思是说，我们怎么也出不了城了？是啊，那怎么行？老师傅，你不是已经收了我们钱了吗？咱不是说好了吗？你给我们每个人脸上画上花脸的脸谱，混在神教的队伍里，跟着送神的鸡童们出城啊！怎么这个节骨眼上你却反悔了？你做人得地道点儿，你说话得算数啊！并非贫道说话不算话，骗你们的钱财。实在是一大清早，巡抚衙门来了人，下了一道命令，不准送神教出城的鸡童们在脸上画上花脸的脸谱啊！啊，那怎么行啊？那守城的官兵一眼就能认出来，冬青姑娘、小少爷、爱弟啊，还有那只鸟，那鸟人。我们这回真的插翅难飞了。英雄哥哥，英雄哥哥，我知道你最聪明了，你一定会有办法带我们出城的，对不对？化妆成鸡童，是我现在唯一能想出来的办法。一时之间，我实在想不出什么万全之计。咱们不能就这么坐困愁城的。马尚飞，你备好人员，随我杀出城去。不行，别拦着我。冬晴，不准对我们师傅无礼，我来保护师傅。就你们两个废物体系，少在我面前舞动龙剑！过来，闭嘴！再多嘴，当心我的虎形拳！你敢动？哎，你给我搞清楚，你是我未上门的女婿，我是你未来老丈人。论辈分，你得喊我声爹呢。来，你要敢伤我，立刻让我女儿把你休了。我警告你，你要是敢动我相公一根汗毛，我永远不认你这个爹！哼，闺女啊，你别老在紧要关头跟爹唱反调，好不好啊？不好！够了，都什么时候了，还窝里反？现在最重要的是，想办法出城。谁不想出城啊？看你说的，你睁个眼睛好好看一看，这群人里面，除了你我冬晴，咱们3个脑子够用一点，剩下这几个猪头，不，你不算，你脑袋也不行。也没说你，能想什么好办法？对啊，英雄哥哥姐姐，马尚飞说的对，我们这些人当中就你们最聪明了，你们快想办法呀！好吧，看你们急成这个样子，贫道倒是有一个办法，或许能帮你们脱险呐。什么办法？请讲。每日午时，道观里都有一批道士上山修炼。你们不妨假扮道士，跟他们一起上山。上山？不是说出城吗？对呀。各位有所不知，山上有一条废弃多年的驿道，可以帮你们
平安离开无锡城。此话当真？绝无虚言呐。老人家为何愿意帮我们？那还用问？他收了咱们钱嘛。实不相瞒，贫道早就看过官府贴出的通缉榜文，已经猜到官府想抓的人就是你们。老人家，那你还愿意帮我们？你不怕惹上麻烦吗？哎，老大，你不会出卖我们吧？当然不会。如今这世道，豺狼横行，奸人当道。官府通缉的人，并非都是些十恶不赦的真正的坏人，相反的，倒是那些被奸人陷害的忠义之士啊。老人家说的对，我们的确都是好人。是啊，我们都是好人。啊不，也有个别坏人。那个不，那后面那俩。所以，老夫愿尽绵薄之力，助各位脱险。多谢老人家了。无量天尊。本府已如你所说的下了禁令，不许倒灌鸡童，画上脸谱，护送神教出城。接下来，你要打算怎么办？整个无锡城才多大点而已，只要我们想找的人还留在城里，就凭你巡抚大人手下兵强马壮，难道还担心不能将杨冬晴那帮反贼一网成擒吗？话虽如此，可是这帮反贼诡计多端，想捉拿他们归案，确实也不太容易啊。放心吧，正所谓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。既然大人已经悬赏出花红了，相信很快有人为了钱，就会把杨冬晴那群反贼的藏身之处向大人你禀报。启禀大人，一名道士自称知道反贼余孽藏匿何处。哦，快说，启禀大人，草民知道那批反贼今日午时打算混出城去。闺女，你粘上的胡子真好看，跟李逵似的。你瞧你爹，这撮毛好看吗？我可是花了好长时间才粘上去的。你瞧，你爹这次是不是彻头彻尾的改头换面了？别以为你粘了左毛就真的改头换面了。几十岁的人了，老干些不着边际的事儿。你知不知道，有你这样的爹，我真的觉得很丢人。我求你别在这儿丢人现眼了，行不行？爹知道，爹窝囊，一辈子也没干过什么正经事儿。现在我想让你感动，根本是不可能的了。别在那儿装可怜，别以为说几句好话我就会被你感动。我知道，我现在说什么都没用，你嫌我烦。好，爹我就离你远一点。哎，当家的，你怎么还不换衣服啊？是啊，当家的，换衣服去啊！你不想走了？我想清楚了，我不走了。花花跟艾迪他娘都在这儿，我想留下来，也好陪陪他。当家的，你要是不走，那我们当兄弟的也不走了。那怎么行？你们俩必须跟大伙儿一起离开。我的宝贝女儿从小到大没出过远门，这次她死活跟着她那倒霉相公走。哎呀，以后啊，
我还指望你们俩好好伺候艾弟呢。师傅，师傅，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不要叫我师傅。是，您要是有我这种徒弟，一定觉得很丢人。我的确没资格当您徒弟，不过我有一个要求，想请您答应。说吧。你平时穿那个袍子，能不能留给我？留给你？你穿得上吗？不是穿，我穿出来也不像样啊，人家肯定还以为我是偷的呢。我是想啊，日后想念你的时候，我可以拿出来看看。师傅，您就答应我，留给我做个纪念吧。喜欢就留着吧。哎，谢谢师傅。别再叫我师傅。潘汝真已经知道了红影哥哥打算出城的消息。我若是不去通知红影哥哥，那红影哥哥必遭潘汝真派人埋伏。不行，我绝不能让红影哥哥和杨冬青就这么远走高飞。哎呀，我到底该怎么做呢？师傅，徒儿今后不能跟在您身边服侍您了，您多保重。爹，你再怎么不是，毕竟是我的亲爹。其实女儿早已经原谅你了，可是我就是过不了自己这关。开口再喊你一声，女儿，你不认我这个爹，爹不能怪你。有我这样的爹，的确是让你在别人面前抬不起头来。可是你知道吗？爹多么希望也能成为一个顶天立地、真正的男子汉，让你觉得有我这个爹是你的骄傲，是你的光荣。官府的人，走。各位官爷，红影，对，想抓我，没那么容易。追！快！快点！安静！那是我爹。咱们走吧，啊！哎，师傅帮忙，车给挪挪好不好？没看见我车轮坏了，正修着呢吗？哎，那就快点啊！跟催命似的，等着吧。哎呦，不是我催你的命，是有人催我的命啊！我这没办法了。快追！叶火影，你跑不了了，还不束手就擒！想抓我，得先问问你们有没有这个本事。想死在我的剑下的，尽管把命送过来吧。啊！很好。既然你们知道我的厉害，知道
道害怕我，那我就大人有大量，放你们一马。大爷，我今天心情好，不杀你们，都给我滚吧！他不去也滚！给我拿下！又是一条好汉。我会成全你的，但不是现在。带走。是。太好了，我们终于平安出城了。千万不能这么说，遇到最后关头又要更加小心。我们要小心官府派兵来追我们。对，杨然，你虽然这次没帮上什么大忙，但是我还是要感谢你。以后吧，找个机会报答你。我的确没帮什么忙，不需要你们报答。说的没错，我们大伙确实不会感激你的。等大家都平安脱险之后，也是我们该做了断的时候。该来的终归要来，听天由命吧。站住！反贼！休想脱逃！怎么回事？官爷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我奉巡抚大人之命，将你们逮捕归案。想知道怎么回事，自己问大人去。别以为你们都扮成了道士，本府就认不出来了啊！大人，贫道不解，大人所言何意？你们不清楚没关系，我可清楚得很。来人，给我拖出来！姐姐，是张大武找他们。别怕。老天哪！冷静，冷静。臭道士，你看清楚了，这两个人是你的道友吗？怎么你不好回答了吧？没关系，我找个人替你回答。来人！你们都给我看清楚了，谁可以告诉我，他为什么要装扮成叶红影的样子？我做的任何事情和他们没有任何关系。我不得不佩服你，真的是一条汉子。但是你都快没命了，你还不肯说实话。你究竟是为了谁，要这么委屈你自己呢？啊？你管得着吗？我愿意。哎呦，我看出来了，你是要学做英雄。但我告诉你，做英雄是要付出代价的，你知道吗？终于有人扛不住了啊！小兄弟，
是你爹。爹，上！赠予你不仅是我的高徒，也是我叶红野这一生唯一的徒弟。谢谢师父。爱弟，照顾好你爹。是这副狼狈呀！不狼狈，爹，一点儿都不狼狈。在女儿的心里，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。真的，真的。我太高兴了。
真是享福去了，张牙舞爪，一边一个忽悠着你。生前你最爱去醉月楼，现在莺莺燕燕就陪在你的身后。你现在开心了吧？喂，尚飞，你说话能不能正经一点？别拿去世的人开玩笑。我没开玩笑，我说的是正经事儿。这不是身后就有莺莺燕燕吗？谁是主人？我叫你住嘴，听见了没有？莺莺燕燕，我们姐妹一场。我向你们在天之灵发誓，我一定会为你们报此血海深仇的。幸亏潘仲真那个狗贼已经死了，要不然莺莺燕燕还有花姨他们，一定会死不瞑目的。对呀，姐姐，姓潘的那个大坏蛋已经死了，你爹和花姨的仇也都报完了，所有的事情不都已经结束了吗？你还想找谁报仇啊？这世上的恶贼，又何止潘汝贞一个？哎，冬青姑娘，不能杀手无寸铁的人呢。再说鸟人这次真的是帮我们了。对呀，姐姐，我们这次能平安出城，多亏了英雄哥哥帮我们忙。古圣先贤都教过我们了，受人点滴，泉涌以报，我们不能恩将仇报。可是我发过誓，我一定要替风尘双侠报仇。冬青姑娘，我家小少爷说的对。且不说鸟人这回帮了我们，再说莺莺燕燕和花姨，其实都是死在潘汝贞手里。你不能把所有的账都记在鸟人一个人头上。再说了，姐姐，英雄哥哥现在昏迷不醒，你要是趁这个时候杀了他，那和官府那些不讲道理的坏人又有什么区别呀？万一这事儿传了出去，以后我们在江湖上就没脸见人了。你们两个人都不要再为他求情了。英雄哥哥不是大魔头，他是好人。当初锦衣卫包围我们东林书院的时候，是英雄哥哥救了我。后来我从官府大牢里逃了出来，救我的人还是英雄哥哥。所以我敢保证，英雄哥哥绝对不是坏人，他是好人，对不对，马尚飞？对，冬青姑娘，你不也说过吗？只有鸟人知道杀你父亲的凶手。如果你真的把他杀了，那永远找不到杀你父亲的凶手了。所以嘛，姐姐，我们现在要赶紧想办法，把英雄哥哥的伤治好了，等他醒了再问他个清楚。你不觉得我说的很有道理吗？哎，小少爷，你说的倒轻巧。鸟人伤得那么重，官府要到处追杀我们，你还要找人收留我们，还要把他的伤给医治好，怎么可能啊？那可怎么办啊？要是没有人肯收留我们，那英雄哥哥就是死路一条了。冬青姐姐也就永远无法知道谁是真正杀你爹的凶手了。我知道谁能把他救。我陪你努了。你陪我努？你陪我努怎么努啊？哎呀，我爹死了，相公，你以后就是我唯一的亲人了。不管你去哪儿，我都陪着你。你那什么，你先撒手啊！我是去玩命，又不是去玩，你就别跟着掺和了。你玩命，我跟着你玩命啊！相公，我生是你家的人，死是你家的鬼。我求你，这躺了好几个呢，你别老鬼啊鬼的，再把他们说出来。相公，你是不是瞧不起我、讨厌我、恶心我、想抛弃我？暴力。我爹刚死，你就对我始乱终弃，我的命怎么那么苦啊，爹！别哭了，爱弟，别哭了，别哭了。你这一路跟着我们的话，会遇到很多危险的。
冬青姐，我爹也没了，相公也不要我了，黑风堂也回不去了。你说我一个人该怎么办吗？那你跟着我吧。啊？没错，我这一路去辽东，千里迢迢的，你跟着我相互照应，好歹有个伴儿。那可是……哎呀，你别可是的行不行？冬青公主愿意带着你，就已经是你的福气了。不过我丑话说前面啊，你最多就算个丫鬟，在旁边替我照顾她。对，艾迪姐姐，古圣先贤曾经教过我们，女子从夫便是德。既然你相公都这么说了，你就乖乖的听他的话，明白吗？嗯。谁知道相公？好吧，既然你们都这么说了，那小女子我虽然有100个不愿意，也只能唯命是从了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众爱卿平身，谢万岁！先皇驾贺先世，朕初登龙基，虽既言太祖开国盛世，续我大明无垠国祚，无奈置肘于朕之粗疏无能，眼见朝中百废待举，却徒望兴叹，无从振臂验礼。朕实乃无言于庙堂，愧对太皇先祖啊！来人，有请太祖龙帐。黄花随风，尘缘未落地，铜镜离墨，胭脂红灯远方，一路烟雨迷蒙。月落无声，照一世浮萍，千回百转到了曲终，还不见你的踪影。散落的爱藏在岁月的屏，不忍拆封，只愿它还会让我们紧紧相拥。散落的爱藏在岁月的屏，不忍拆封，只怕它装不下我们来世今生。也许我的心只有你才会懂。千回百转到了曲终，还不见你的踪影。散落的爱藏在岁月的屏，不忍拆封，只愿它还会让我们紧紧相拥。我的爱藏在岁月的屏，不忍拆封，只怕它装不下我们来世今生。